林大輝議員。多謝主席。主席，先唔講港燈啊，中電嘅加價呢，我絕對係唔會支持同埋唔會接受嘅。我亦都好唔欣賞佢哋嘅加價嘅手法嘅。作為一個壟斷性嘅公共事業，年年加價，賺錢又加價，賺多賺少都加價。剛才我睇佢個 presentation， 加咗價之後呢，就教人點樣節能，教人話有咩支援措施。即係你老實講，就等於茶餐廳加完價之後，叫啲顧客點樣節食減肥，有乜可能呢？呢樣嘢佛口蛇心，你唔加價就唔使搞咁多嘢啦。每次加價咧，搬出啲理由咧嚟，梗係振振有詞、理直氣壯。但講埋啲理由咧，簡單嚟講就係將你嘅成本上升轉嫁俾小市民、小商戶，簡單㗎嘛。你搬嗰啲咩捱成燃油啊、天然氣啲一大堆小市民、小商戶聽唔明嘅嘢，你講過去10年嘅原油點樣加價，我哋做小商戶、小市民點同你跟啊？但係喺咁大龐大嘅盈餘之下，你諗加價有冇諗下你係公共事業，你係壟斷性，你係賺緊嘅，賺多賺少嘅。我哋嗰啲私人嘅業務啊，成日俾人哋話奸商，俾人哋話為富不仁，冇良心，冇企業良心，可恥啊！今日成日鬧可恥嘅陳偉業，唔知點解又唔鬧下啲公共事業可恥嘅，我都覺得好奇怪，離晒譜嘅。咁我就非常之唔認同佢哋咁嘅加幅啊！舊年又係。一開口就話9點幾啦，咁啊俾人哋嘈下啦，議完之後咧就要公開嗰盤帳啦，解釋個理由啦，咁啊喺民怨沸騰之下咧，就好似皇恩大赦咁又減翻啦，今次又開咗先，講話加5.9，講清楚咪係等於6啫嘛，5.9嗰個取巧嘅，就等人哋買鞋99，不如話你加夠100蚊仲好啦，完全啲手法我都好唔欣賞嘅。嗱咁啊。局長，我根本就唔想問中電，因為佢又搬啲理由出嚟嘅，點樣轉嫁嘅啫，冇意思嘅。局長，你係新官上場，理應係3把火嘅。啊，老實講，而家市民嘅叫苦連天，百物騰貴，其實好靠政府同我哋把關，特別係公共事業嘅加價，啲加風不能掀起嘅。剛才葛珮帆講得啱，九巴又加價，港鐵又加價，下個禮拜大老生拎出嚟又話加價啦，咩都加。就算我哋中小企點捱點順，加埋啲人工俾啲伙計啊，佢有本事墮落袋咩？咪又俾晒啲公共事務，一行出街就搭車就搭晒去，一撳個電掣開燈又俾佢撳晒去啦。老實講，新官上場3把火，你係最好把緊啲關，出年年中你有中期檢討。啊，咁當然你正話引入競爭有性，引入競爭出嚟咧，如果你唔修改嗰條管制計劃協議咧，永遠都係可加嘅不可減嘅啫。我想聽聽局長你有咩辦法可以收緊呢個措施啊，令到咧以後可以同我哋小市民、小商戶去把關，唔好俾啲公共事業，特別係中電咁嘅加價。局長。